就遐这咱即时要来做这个祈祷会吼，请咱来提关心，咱在心来念，即个我心来念2摆。心的我心，心的我心，来心的我心，主耶稣，现在的他，高高的光，在心的我心。主耶稣，心的我心，心的我心，在心的我心，主耶稣，现在的他，不够的光。在心的我心，主耶稣。我将为着咱心袂使有地方变来敬拜上帝基督。因为我满心感谢你，受阮的囝儿会通伫主日早起来到伫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你对天顶所施到各种的恩典甲福气。感谢你伫在感谢的第三所日，你互阮会通同心自执来到伫你面前，我要用宣布、用记录来宣扬主耶稣基督，你一定降生伫这个世界的好消息。求你这时阵，互阮的心会通被改变，阮准备要听候甲你面对面相拄。第二项为着咱会通用清气的心来条件上帝基督。主上帝，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圣洁王。阮知影，阮着要用圣洁的心，才通来到伫你面前，互你来欢喜。主为着阮过去所犯的罪过，阮要恳求你来怜悯赦罪。阮知影伫即个世间有侪侪应由来评判阮。你甲互阮失去头前的方向，主求你互阮伫即个时阵，搁再一摆恳求你怜悯施恩，恳求你会赦罪恩典，互阮个人会通互你欢喜来条见你的面。第三，为着咱的嘴唇会通欢喜而乐上帝基督。主，我们用嘴欢喜而乐你的圣名，我们用嘴高举你创造的奇妙。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嘴唇，会通来宣扬你的圣名。感谢你创造阮有嘴唇，
会通学乐你的性命。主帮助阮，互阮来到伫你面前，阮会通尽心尽意尽力，欢喜唱歌学乐来服侍你，互阮的心会通中你，互阮目睭完全注视伫你。求你迄个时阵，互阮会确实知影，你恩典实在是遮尔大，遮尔深。就是为着咱的耳通会通清楚听见上帝的声音来祈祷。我们要开阮的耳孔来听你的声，我们要按耳孔来领受你对天顶所喜乐、遮宝贵的话语。感谢你创造互阮有耳孔来听见声音。虽然这个世界有侪侪的声音，总是阮的耳孔简单要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是真甜蜜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是极宝贵的声音。帮助阮，互阮来到伫你面前，阮所听见的只有对天顶所喜乐各种恩典的声音。第五，为着咱的目睭会通注目伫上帝恩典祈祷。主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目睭会通看见你的创造。感谢你，互阮有目睭会通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感谢你，互阮有目睭会通看见主耶稣荣光的显明。感谢你，互阮有目睭会通看见兄弟姊妹彼此中间相疼的感情。做阮伫你面前，阮要注视伫你，因为对你才会通得到完全的平安甲喜乐。当阮注视伫你的时阵，阮也要看见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中间。毋茫通过敬拜，通过娱乐，通过享受你的回忆，阮将目睭注视伫你。阮通领受极大的恩惠。最后，咱要为着会通领受、完全领受上帝的价值来祈祷。做完这时阵，要安静静候，求你陪伴阮的心，来听见你所喜乐一切话语的价值。主，你的话语是真理，你的话语是活命，你的话语会通赏赐互阮一个新的开端，来迈向头前的道路。帮助阮，每一摆，阮的心来进步，听见你的话语，领受圣经的教导的时阵，阮也确实知影，这是
伊宝贵的时间，阮着好好来珍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祷，阿门。最后，咱用这首歌《陪伴爱心》。我的心紧紧抱，坚心中我的心天天困着你，我的心紧紧抱，坚心中我的心。天天困着你，我的心紧紧抱，坚心中我的心天天困着你，我的心紧紧抱。坚心中我的心天天困着你。主播，多谢你。喊起来听，不高吗？不高吗？个屁！做阮你的圣心，只是存在到伫阮人间，我你有阮富贵敬拜有乐，阮有通领受你对人生所祈祷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伫主耶稣体会通负责，是阮的囝儿会通伫你的生活中间同心敬拜，这是何等的福气！我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伫这台港实地三主日，我要来宣布这个大欢喜好消息，有正当会通听。我要信歌队所要吟唱的诗歌，将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真要紧的好消息来传播，是为着要互世间人拢会通领受，也要互阮人生搁会来思想耶稣基督伊降生的意义。一日方针，一日气温，互阮通过礼拜，或者礼拜，再去亲密一个结，叫恳求做耶稣基督圣。
很冷啊，我好热。大方中有人讲，妖花为因行大事，妖花有为咱行大事，咱就欢喜。妖花由你互阮受掠的人倒转，亲像南方的溪水国流，流目屎掠种子的，列出欢喜的声收歌。迄个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迄甲尾带下丢牛马，欢欢喜喜倒来。是三角的人生，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现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做声无路上主名。现在，将你面地感爱，无路上帝，时阵只愿主宰，请伊你三个人。
在，万事拢平淡，愿有光温在天空天地保佑之。天前盼盼天伦，你有了名分，这香港家里万生美好。现在，现在，现在，在你的主宰，那你华夏的心我若兄弟主笔。现在，现在，现在，自由万岁堂，我若想归西，要你告诉他。大家引信的四种信经，获得大家信用。我信上帝，在天边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使者，咱主主，伊对圣人老派，对17万加14，伊本叫了我来事故，定是给信完成丰富。第三第4条讲话，他就是咱们的上帝大名，伊对他心话话我是信心，我是信，讲到的信仰相通，所以下面要配合我因为我们阿门。大家可以写英文第49篇，第47后壁面1083页。现在来看题目，当三个电影。电影49篇。好，开始。经典。经文是55篇，1089页。天文49篇，以赛亚书第55。天文49，以赛亚书55。第信息后壁1089页。免着三角来听。来，最大的人叫水。来买酒，来买烟。你若着开钱买袂食会得哩。恁注意听我讲，就好米通食。要求上好的食米，你我少。趁做为着上。就归咱的上帝，因为伊的地的下面。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你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路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加遐悬。讲甲说，对天降路，无可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经济，对我的嘴讲出的话嘛会安尼，
我会对为他无得我家，我会对完成我的计划，我会成就我的面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处，大山小山会唱歌名字，亮亮山头会拍我欢迎，以前有气味所在会发相着。有草气的所在会发香油，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永远的记号。大概记住。主编这两个陪阮，感谢你。你对阮出席到即马，你的保守，家己的带领。为着阮过去所做的，无下日你旨意的，阮求你的赦免，阮求你的怜悯。阮知这个世界是人人有家己的想法，每个人想法，拢总是要自高自大。虽然阮知，人人彼此需要服侍，阮无法度去生活，阮在团体中间有需要。规矩，当是因为这规矩，互阮束缚、捆绑阮的想法，互阮常常无法度遵守。事实上，规矩并无啥物毋对，重点是阮到底是咧选择针对啥物人。迄个上帝，我要选择你，因为当阮面对选择的时，阮求圣神甲阮同在，引带阮，敲碎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帮助阮行头前的路障。天的万般拢有上帝奇，万项事拢有上帝时。因为后我是有智慧的，明白迄个智性的就是聪明。感谢上帝，你所安排一切，我袂当折度。你的教示，我毋要顺服，原知阮只是你的器皿。一切所有的拢是对你来，独独着敬畏后我，阮求上帝赐阮智慧，引带阮，知影通我自我反省，互阮了解，阮的这世界是独一无二。当时，阮要伫尊重甲包容的中间，彼此服侍，彼此欣赏。阮要存着感谢的心相对待，因为你的恩赐，互阮人人有平安、喜乐甲阮上心。愿在万万事三甲来，互请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所定的旨意来成标的。特别上帝，你的恩典欣赏阮，我要恳求你帮助阮，彼此相听，互相提醒。爱警醒，求你除去阮心中的惊吓，消除阮的怨妒甲骄傲，互阮持守本分。阮只有要求家己，阮无去要求别人。阮无期待别人去做阮想要伊做的，因为无一定伊会当做会到。当时阮要用诚心、欣赏认同，阮要来感激。信任、体谅、甲了解的方式来相对待，使阮内心学习，遇到在这世间所做的一切，阮心中有需要疼甲关怀来充满。恳求上帝在未来日子，圣神甲阮同在，引带阮，互阮头前的路无跌到歪煞。无论阮身伫什么所在，或者是阮拄着什么境遇，会出外，也是身体欠慢的，也是心灵软弱的，也是工作上疲乏的、忧郁的，恳求主耶稣的圣神甲因同在。因为上帝，我毋要搁一改，用主教习惯的基督文讲，我是你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你对你是旨意。我的心来互阮，下面阮国父，请阮用下面国文啊，为操办日子，
有对外关系派，因果关系因果行守，代代为继。阿门。是我都去我对安慰欢喜的好消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伊的故事，咱三角组织效应这个故事，到伫今仔日，由原主神听候伊再临，请来主耶稣。圣经以赛亚书40章第1节甲11节。咱要来讲读圣经以赛亚书40章第1节甲11节。咱就请听我来读。
以赛亚书40章第1节，恁的上帝讲，恁着安慰我的百姓，就对耶路撒冷讲好话，个报伊知，伊的高前已经尽，伊的罪过已经赦。为着伊一切罪，对耶和华的手加倍受刑罚。有声叫讲，伫旷野批判耶和华的路，伫沙漠下地修平坦的上帝大路。遮个山谷拢要剃互伊甜，大细山头拢要掘互伊低，弯弯的要解互伊直，坎坷的要收互伊肥。耶和华阳光得到，伊若有血气的，拢要看去，因为这是我亲嘴讲的。有啥讲你着叫？伊讲我着叫什么？伊若有血气的，拢亲像草；伊的阳光拢亲像山里的花，草会干，花会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伫伊的顶面，这是真正是草，草会干，花会谢。到咱的上帝话得到永远之地。好好消息，互世安的啊！你着上悬山，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啊！你着真力出你的声，着出声，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看，恁的上帝，看，主耶和华要亲像大官人的临到，伊的手的确有掌权，看。伊的手势伫遐，伊的报答也伫伊的面前。伊亲像国者过伊的羊群，伊要用手压我羊仔，互伊伫胸前，慢慢带遐个互羊仔数年个。是今日进度，请郭牧师。题目是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我哋听弟兄会大平安。平安。今早起天主日是咱大讲节的第3主日，咱应宣布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要有众人来听见，互人知耶稣基督降生是甲咱每一个人拢有关系。来期待咱伫即个大讲的节期中间，咱毋若是咧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我较要紧的是，咱也要准备心，等候伊第2摆的降临。求上帝互咱因为即个期盼的心，会通知影即个等候是值得咱看来珍惜的时间，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恳求你圣神临到伫大会中，互咱通过你话语的启示，搁再一摆来知影你的心意，也通过即个大讲第3主日。阮搁再一摆来思想耶稣降生这位大君王的意义，帮助阮会通伫这中间，搁再一摆领受对天顶来的灵明，养持阮的生命，以这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2年前，就是2018年的暑假，我搁无孙娘。然后甲迄阵的升学生庆月英文某，然后搁甲即个美容长老因夫妇，阮带着几位读圣传奇的客友，做伙去到伫欢喜教会，迄个所在参加因的阮著名的猎人学校。伫2年前，咱了即个所在做邀约礼拜，所以检测有去过人拢有迄个印象。阮去到伫个所在，然后分做2组，分别由欢喜教会牧师甲一位青年来带领，互阮会通去迄所在有体验的即个活动。一路上
透过带领阮这个猎人，阮会通来熟悉这个野外的一寡植物，伊个植物有诶，有当时咱看迄植物但是看起来，亲像是会当去摸，总是迄是袂当摸的，总是有一寡植物是会当买来食，所以伫迄个中间会通知影讲，什款的植物会通食，会通摸，什物毋通食，毋通摸。然后即个猎人嘛介绍一寡迄个野生动物伊行过即个分野伊拢甲阮讲这昨暗有即个山顶对遮行过去，然后伫遐春打伫遐放晒药啥等等所以通过即个分野，会当知影讲有动物伫遐停留，并且伊也甲阮提醒，因为即个野外所在有做即个虎头蜂窝迄虎头蜂窝其实是虽然离咱远远，但是虎头蜂伊的警觉性足悬的，所以只要挖群，就要注意讲伊是毋是会飞落来，甲咱顶这个代志最后是甲阮介绍怎样利用迄个自然的环境，去做迄个陷阱，来掠即个动物，所以迄是真正是真趣味对阮遮诶都市上咱讲诶饲料鸡等等拢毋捌去参与过即款诶活动咱感觉真新鲜。所以伫即个中间也得到侪诶知识即个野外诶知识。真有意思就是讲，对行程一开始，即个猎人伊拢无甲阮讲，即个旅程会行偌久的时间，是什么时阵会通休困，是什么时阵会通食中昼？因为阮差不多10点外出发，所以就一路一直做即个猎人一直行，一直爬上山，一直爬。所以伫咧中间就有人开始问讲，当时要食饭总是即个猎人拢无要用反正就对伊行就对所以无人知影讲到底即个活动什么时阵结束。阮就好像就是迄个，即个牧者咧带伤群共款就是带咧缀伊行去到迄个青翠的草坡，是个安定的水边等等即个猎人伊其实就是掠即个开山刀就伫遐四界将迄个草拢破开互阮会当真顺利行伫迄中间将所有即个障碍物拢来清除。只要阮缀猎人伊的脚只安尼行的时阵就袂发生危险。后来阮阁经过迄个悬崖，迄个悬崖边无讲太悬，总是猎人就甲阮讲，这时阵就爱落去到伫溪谷的所在伊甲一条绳挽救安尼垂落去就伫咧垂落去的过程中间忽然间绑伫迄个树仔顶的绳断去所以大家要着一惊所以阮到伫溪谷阁还袂结束到伫溪谷了后，阮阁继续沿着迄个溪安尼行去到伫阮要食中昼饭的所在所以伫迄个路里，大家都爱搬过溪搬过溪大家都爱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免得讲有人爬落去水面顶还是讲有人缀袂着顶所以到伫路尾阮差不多用4-5点钟的时间安尼设一个小小的一圈这到伫阮食中昼饭的所在虽然阮的中昼饭真简单，泡面加因所饲的山猪的这猪肉搁加一寡野菜半路要放的野菜大家拢食起来好亲像是咧食山珍海味因为腹肚实在足枵的然后搁有够忝所以大家拢食几啊碗因为实在是太枵这摆即个猎学校活动客有真侪的体验虽然即个体验即个课程只不过是初小级的初级的初级都爱行4-5点钟伊讲搁迄中级甲高级的高级都爱过暝伫即个
郊外所在爱见面哦，爱见面佫无搭迄个帐篷哦，直接困伫迄个野地的所在吼。所以阮就是讲安尼有机会佫带这青少年吼，做伙去参加这个歌剧班吼。虽然伫这个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体验，但是看见遮个学生、遮个客友吼，因真正是有真侪无共款的学习，特别因将这个因这个郊外体验甲这个信仰结合起来，因才去想着讲，原来伫咱的信仰的中间，咱生命的过程中间，嘛是有一位在带头，这个力，就是咱的主上帝，伊一路陪伴咱，伫咱的身躯边，甲咱照顾，将路里遮一切的困难拢排除，保护咱生命的安全，只要咱完全信靠伊，跟对伊。咱就毋免烦恼讲，咱无法度去克服各种的困难，还是各种的阻挡。而家咱所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0章，其实嘛是咧甲咱一个真好的提醒。以赛亚书这本册，伊的内容，早期的学者因认为是3个作者，分别伫3个时期。狩猎进前、狩猎期间，甲即个狩猎，迄个了后，转去到伫犹太甲耶路撒冷，即3个时期所完成的作品。所以，这学者伊将以赛亚书分做3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到39章，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陪伴，互因真严厉的责备甲审判。然后第2个部分40章到55章，是上帝所有遮受掠去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来发出安慰甲怜悯的声。最后56章到66章，是上帝归回去到耶路撒冷遮以色列人，来保证伊要施乐拯救，并且将过去伊所应允的代志来完成。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拄是以赛亚书第2个部分的开始。前日以赛亚所有受掠去到巴比伦的这以色列人，来传讲上帝安慰的声音、安慰的信息。而且上帝对所有百姓讲，伊征战的日子已经满，这个伊就是咧指以色列人。以色列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伊的罪孽。伊的罪过已经赦免，互伊得到伊一切的罪，为着伊一切的罪对耶和华的手加倍受刑罚。对这中间咱看见，过去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所以因受掠去到巴比伦是上帝处罚的结果。有影因为以色列人的背叛。才递到互以色列整个来亡国，互上帝来处罚。如果亲像咱的囡仔若是犯错，身为父母的人一定会甲因责罚，互因责罚，互因应该得到的这个处罚。虽然上帝用真严厉的方式来警告、来教训，这无听话的以色列人。但互因知影，只要违背上帝的心意，因就会才接受相当程度的处罚。同时，咱也看见上帝愿意搁再一摆对这个百姓施乐伊的怜悯，施乐伊的慈爱。搁亲像伊家己所宣告的讲，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受气，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我相信适度的责罚适当的责罚，会通帮助一个囡仔伊的心智更较成熟。适度的惩罚会当互一个囡仔心智越发成熟。以所罗门经的中间也提起，伊讲看影甲责备会加天地位，不过毋甘用对的是怨恨伊的囝。若是听伊的，就照实责罚伊。
即咱对圣经中间有看见即款的价值，拢是咱看见现代的遮个父母，因伫遐高举咱讲啊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是啥物？袂当家己拍，袂当家己骂，嘛袂当家己责罚。这就是所谓的爱的教育。伫爱的教育中间，父母认为讲，只要用可靠的方式来教导囡仔，用可靠的方式来教导囡仔，绝对袂当家己责罚，袂当家己体罚。但是咱对圣经的教导中间知影，适当的责罚并无，并不是讲无特种，并不是不妥当哦。是为着要培育即个囡仔会当有更较健全的人格，适当的责罚会当互一个囡仔得到更较健全的人格。像像安尼，上帝对家己的百姓嘛是会有迄个适当的管教，安尼才会通帮助因回头归向上帝，真心遵探上帝的命令。所以，以色列人伫巴比伦经过70年，伫遐彻底悔改认罪，上帝就决定要赦免因的罪。为着要以色列人对作恶的中间，真心点着迄个五芒的火，所以上帝伊讲要兴起有一个兴起一位君王，并且让这君王要来进行上帝要摕伊的使者。伊的头前来传达即个真欢喜的好消息。所以伫这经文中间第30到第50，就是即个欢喜的好消息的宣布。而且所在先知有讲，伫旷野避万耶和华的路，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遮个山谷拢要吞互伊甜，大细的山头拢要屈互伊低。远远的要解互伊直，深刻的要收互伊平。耶和华阳光的确显现，既然有血气的，拢要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这是对耶和华上帝的应允。因虽然伫真绝望的过程中间，上帝用看见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有人要替这个王来避万道路，表示讲这个王。准备要出世，咱知影伫古早，当君王要去出巡政治，拢爱有使者，大先去到伫路里，来去铺路。过去，迄各城市连接迄个道路并无亲像咱遮尔方便啊！咱即阵真方便有迄点加路无就是迄个阿摩托路咱有去过迄个。较真开的所在就是拢遐，拢一寡石头路过去的路就是拢安尼。所以当王要出巡的时阵，就大先也有使者将这个细粒石头拢摒互清气，迄个有骨来所在就爱存互甜，存互甜然后迄个有即个一寡土堆的所在，拢爱骨互伊低，安尼王才会通好行。王才会通好行。有影过去的人，因差不多拢是行路的方式在出入啊。你除非较有钱的人，伊才有精神通好徛。你来讲要坐马车佫较无可能。坐马车差不多拢是军咯，也是讲即个贵族，伊才有可能会坐马车。所以当即个马车行伫路里，你若迄路安尼崎岖坎坷崎岖坎坷你看王坐了，伊若无事时阵，就可能会掠讲到乌白太人所以，这个使者伫头前咧铺路的这个工作是真要紧。但是为着要君王坐伫马车顶悬会当坐了安稳。现在咱会通想象，就是讲，这个君王出巡行伫路里迄个情况好像咱的总统要去拜访什么所在啦咱若总统要去拜访什么所在时，大先一定爱通知迄个所在的警察局。迄警察局就爱真细腻开始知影讲迄个总统要行的路线是啥物款的路线，就是大先爱观察，爱知影讲这所在是毋是危险。
尾后就是啥啦？总统开始咧行的过程中间，就爱有警察伫遐设立路口，伫遐做交通告示迄个管制，爱控制个声顶嘛吼。总统的行的时阵，拢会拢是青灯嘛，袂当去互伊拄着红灯啊。所以咱看伊警察拢真认真，是为着要互总统咧出巡，去拜访的时个路程会通真正顺利，免得总统拄着危险，还是讲去耽误着即个总统伊的即个行程。所以当上帝伊要亲像君王，搁再一摆临到伫百姓的中间，要将以色列人对巴比伦带转去到伫犹大地。伊的大心找使者伫头前来开路，好亲像伊当初要派摩西甲阿伦去到伫埃及的所在，诚做以色列人的使者，伫遐替以色列人铺路，讲以色列人会通离开埃及，是为着要发恼埃及人甲以色列人会通看见上帝的荣光。这样说对所有以色列人来讲，真正是大欢喜的好消息。因为上帝透过先知所讲，受了归回的这个预言，的确要来成就啊。那呢，上帝也要搁再一摆透过将所有以色列人组织起来，好亲像牧者组织伊的羊群共款。来牧养因高大的灵魂，上帝也要用大决定的手，将以色列人揽伫伊的怀抱中，互因会通得到保护。上要紧的是，上帝要亲自来养饲教导以色列人，因带因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所以这段经文，咱会通搁再一摆来思想。当咱咧行指主要所讲的时阵，咱是不是也当亲像一个使者，替耶稣来铺路，预备伊的道路？那要这当咱搁再一摆来点做这个在讲第三期垃圾代表宣布记录的垃圾的时阵，咱嘛是咧向世界人宣布，有一个有真大影响力的人。伊要来出世，伊要救赎咱脱离黑暗，迈向光明。亲像2000多年前天使向旷野的牧者所讲的：“我报领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天使也对约瑟来讲，对耶稣的出世，是为着要将伊家己的百姓，对罪中间来救出来。救因的百姓脱离因的罪恶。有影若是主要所基督降生，甲世界人无关系，啥物人会无代无志将这项事来传讲2000多年？这项事若是甲咱无关系，无人会无代无志伫遐讲2000多年，然后佫无惜家己的性命去传讲这个好消息。那呢，咱慢慢去思想，这个故事到底有啥物款特别的所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到底有啥款特别的所在？看是2000多年前，咱等去到2000多年前的时阵，咱来去回想，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婴仔，有一日伫这个犹大的伯利恒，然后伫一间客店。也买咱讲买条，内底下买字内底出现一个婴仔。这故事是安尼，2000多年前，有一个囡仔出世伫犹大伯利恒，迄中间一间客店，然后伫迄真黑暗、真垃圾、真迄气味真歹的迄个。马条内底的一个马字内底，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并且伫迄暗，点在有真侪婴仔出世啊！啥你要
请咱要加讲即个伊婴仔的故事，那无要讲其他婴仔的故事。既然耶稣基督降生是互万百姓拢有份的好消息，身为基督徒的咱，有啥物款的理由来拒绝正人来分享即个对天顶所带来的记录？好亲像，当咱知影咱的亲人，也是讲咱教会的兄弟，互因有得着囡仔，咱个月前吼，迄个预孕吼，得着一个婴仔，咱听了足欢喜的，咱就足想要去看即个婴仔，想要去了解讲即个婴仔生了是毋是有健康。过去即个孙悦叔叔，伊伫咧讲课中，刚有讲过一句话讲，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记录的事，迄款的美好。当咱得到一个，互咱感觉真欢喜的代志，也是讲一个真欢喜的物件的时阵，咱甲人分享，咱是毋是感觉哇，真是美好？咱就是甲人分享迄个好的消息。而且咱所读经文中间，先知以赛亚就是因迄时阵战争得到胜利的时阵，四者用上紧的速度来传播即个好消息，等于到伫国内来做披露。伊也提醒以色列人，也将上帝施行拯救的好消息报互所有的人拢会通听见。用迄个战争捷报啦吼，太赢，赶紧走转去报互国内的人会通知影讲因太赢。咱去传福音嘛是即款的心情。耶稣一定太赢的关系。耶稣一定带来拯救啊，所以咱赶紧去报用。所以伫今日伫经文中间有安尼讲起，报好消息互是安尼啊，你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啊，你着尽力出你的声，着出声毋免惊。对犹太的城讲，看恁的上帝，看最后好要亲像大官人的领导，伊的手的确为伊掌管。